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0年6月15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胡聊胡適、胡威還有胡一金老師。今天胡適走勢可以說再一次扬眉吐氣引領世界全球資本市場。為什麼這麼說？根據財經網報道 ，A 股市場集體反彈，創業板指數大漲超 5%， 深圳成指漲超 3.5%， 截至收盤，滬指暴漲 1.61%。深圳成指暴漲 3.79%， 創業板指數暴漲 5.3%， 滬深兩市成交額 3.03 萬億，雖然比上一個交易日縮量1800億，但是凸顯這籌碼的穩定。金融消費者不願意拋出自己手中的廉價籌碼，對未來充滿信心，不願意賣出，所以籌碼鎖定。而且今天一共是3906家是一馬當先，為金融消費者帶來效益，讓金融消費者的賬戶再一次騰飛。其中還有如果沒有上車的散戶，金融消費也不要着急，為什麼呢？因為還有1475家很溫馨的倒車來接你上車。這個市場就是這樣，從來不一下趕盡殺絕，有一馬當先去漲的、突破的，也有出來倒車接人的，讓那些後悔的、當時沒想明白、沒有進的這些後知後覺分子給你一個機會，所以也安排一部分股票倒車接人，而不是像美西方資本市場那樣暴跌，一漲就都漲，一跌就都跌，這樣很不好。所以我們的市場還安排了1475只股票倒車接人，你今天就買，你比昨天買合適，明天就輪到這批股票漲了。所以說我們這個市場是多麼的貼心，多麼的溫馨，主動為金融消費者、為中小散戶去考慮。反過來看美國、日本、韓國，那簡直是笑話呀！這個日韓股票主要是在特朗普還有伊朗方面宣布6月19號要去簽這個美伊停戰備忘錄，在這個消息的刺激下，日韓股市也反彈了，非常猥瑣，反彈的不夠這個叫氣貫如虹。它不像我們的胡適，我們是走的是獨立的行情，跟特朗普的什麼美國、伊朗停火叫什麼諒解備忘錄沒有一毛錢關係，我們走的是自己的行情。而日本、韓國它明顯受美國特朗普影響，美伊協議引爆市場，原油狂瀉 4%， 韓股暴漲熔斷。我們來看一看這個評論員文章是怎麼寫的。2020年6月15號，全球資本市場因美伊達成諒解備忘錄，地區緊張局勢緩和而集體狂歡，日經225指數漲超 4%， 歷史性突破69000點。當然了，這個日經225它雖然也漲了 5% 左右，那它是低質量的，越漲越呈現出一種崩盤的景象，所以它是個低質量的。我們的深圳成指漲 5%， 那是高質量的，雖然都是 5%， 所以說一定不用混淆。韓國股價綜合指數開盤大漲超 5%， 這也是低質量的上漲，觸發熔斷機制。那美股期指也是大幅度拉升，美日韓這波上漲看似喜人，卻暴露了日本、韓國以及部分美國股市上漲的低質量的本質。而同期中國 A 股穩健上行，展現出高質量、韌性十足的特徵。日韓暴漲不過是地緣政治驅動的低質量的狂歡。今日日韓股市的暴漲主要源於美伊和平協議的外部利好、地緣風險驟降、油價大跌，疊加半導體等出口板塊短期情緒提振。韓國綜合股價指數一度上漲 6%， 三星、SK 海力士等芯片股領漲，日本日經指數則借勢再創新高。這種上漲本質上是事件驅動的脈衝式反彈，缺乏內在的堅實支撐。也就是它韓國的股市雖然也漲了 5%， 但是漲的是低質量，而且極其猥瑣啊，也是跟着我們大 A 股後面，在我們的引領之下。今天晚上美股要開盤，美股也得看着我們大 A 股形勢。現在胡一金老師再也不用擔心晚上去研究，先研究美股，再研究日韓，再看 A 股，這樣去決定他的投資。胡一金老師再也不需要了，從此以後胡一金老師就直接看 A 股就完了。看了 A 股，那日韓還有美國股票它是跟着 A 股联动，所以希望胡一金老師不要本末倒置。你反過來看，你先看美股，再看第二天日韓，你再決定在胡適投資，那你這是錯了。你应该先看 A 股，
在 A 股的帶領影響下，日韓收盤它一定會隨着 A 股走，完了晚上等到美股開盤，它也得跟着 A 股走。所以希望胡锡進老師要迷途知返，不要反向操作啊，闹出笑話。为什麼說日韓股市是低質量的上漲呢？因為首先他們高度依賴外部變量，一旦協議執行出現波折，比如以色列反對或者美以履約分歧，市場容易快速反轉。歷史多次證明，地緣事件帶來的利好往往都是曇花一現。而日韓股市估值與基本面脫節，日韓股市長期受出口和全球供應鏈影響， AI 芯片板塊擁擠，交易嚴重，韓國散戶佔比高，槓桿情緒化明顯。日本雖有機構主導，但仍難擺脫政策與外部情緒的雙重驅動，波動性大，可持續性差。熔斷機制的觸發，正是市場過熱和脆弱性的體現。短期暴漲後，往往伴隨着獲利回吐和劇烈震盪，難以形成穩健的趨勢。美股同樣如此，美股長期依賴科技巨頭和美聯儲政策，集中度高，估值偏貴。一旦外部利好消退或宏觀數據波動，便易出現閃崩式調整。而 A 股的上漲是高質量、韌性十足的典範。相比之下，今天 A 股走勢非常穩健，沪指上漲 1.6%， 充分體現慢牛特色，避免了日韓股市的暴拉、暴漲、暴跌啊。整個 A 股整體表現穩健有序，沪指、深成指數等指數集體高開後穩步走強，這正是 A 股高質量特徵的體現。A 股以內生驅動為主， A 股上漲更多源於國內經濟結構優化政策支持與新質生產力直接融資擴張和實體經濟韌性，而非單一外部事件。居民存款向股市搬家，機構持股比例提升，讓市場定價更理性、更專業，估值合理，風險可控。經過註冊制改革和退市常態化， A 股可資源泡沫擠出，優質公司定價更趨市場化。相比日韓的出口依賴的槓桿狂歡， A 股更注重長期基本面，抗外部衝擊能力顯著增強。 A 股的韌性和穩定性突出，即便面對國際波動， A 股也能保持相對獨立性和恢復力，這得益於中國經濟的巨大體量、政策空間和內需潛力，不是賭一把的博弈，而是可持續的增長分享。所以說我們一直強調，美西方日韓雖然表面上看他們科技股市盈率很低，但是他們已經到了天花板，到了盡頭了，没有任何前景。我們的科技股雖然市盈率2萬倍、1000倍，那這個是因為是新生兒，完全可以接受的，因為前途無量，不可限量。正是 A 股這種韌性，讓其在全球動盪中展現出越來越強的穩定性，成為全球資本市場的壓艙石。以後美國、日本、韓國的股市都要以 A 股為錨點，上下波動。一代人呢，對財富的看法決定了資本市場的模樣。日韓股市的低質量狂歡反映了其結構性困境，而 A 股的穩健路徑則是中國經濟活力與改革紅利的自然體現。展望未來，全球市場都將進入質量為王的新時代，而我們 A 股已經在這條路上先行一步，為全球資本市場探索了寶貴的經驗，積累了寶貴經驗。日韓、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市場若能虛心借鑑穩健有韌性的中國經驗，或許也能走出可持續的慢牛之路。總之，我們現在在慢牛的道路上邁開了堅實的步伐。當然了，美西方日韓股市他想學咱們慢牛他也學不了，他頂多能學個低質量的慢牛。所以總之，今天日韓股市雖然也漲了，但是它那是低質量的上漲，漲跟涨還不一樣。我們的上漲是為了體現咱們的經濟結構合理，對吧？科技發力，而日韓股市上漲，它是為了掩蓋他們的矛盾。你看，這不有人開始批評美國的科技股了？那這可不是咱們在這唱空美股，這是美國的，這是經濟叫什麼？諾貝爾經濟獎的獲得者，中國新聞社、什麼吉木新聞、環球時報，各大媒體報道說，這個諾獎得主炮轟馬斯克是真人版
龐氏騙局。你看看美股的科技股都是些什麼龐氏騙局啊！所以說，它不要看它市盈率低，它是龐氏騙局。咱們這市盈率2萬倍，那都是實打實的。據中國新聞社東西問報道說，近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公開炮轟馬斯克，稱其本質上是真人版龐氏騙局，指投資者因篤信其天才人設推高股價，而非基於商業價值的理性評估。據統計，馬斯克15年間立下的602個目標，僅19%按時完成，超1/3爛尾或無限延期。財報顯示 ，SpaceX 一季度淨虧損42.8億美元。你說那它這市盈率是多少啊？对吧？那咱們這科技股不知道比他們高明哪兒去了？去年全年轉虧49.4億美元。特斯拉2025年賬面薪酬雖達1583.59億美元，但實際到手收入為0。值得一提的是，6月12日 SpaceX 上市後，馬斯克身家一度突破1萬億美元，穩居世界首富。總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說，這個馬斯克就是個大騙子，是真人版的龐氏騙局。這個我覺得馬斯克應該給這克魯格曼發個律師函吧，既然自己用狹隘的眼光去揣摩，对吧 ？SpaceX 片面理解，就像网红超市一樣的律師函，先发一個，有關部門最好給克魯格曼給他發個口罩。你這還了得嗎？你攻擊美國的當前最紅的是吧？硬科技，那是特朗普都認可的、背書的。特朗普的說，我跟馬斯克關係好了，背書的。你說你一個寫文章的，你在這瞎扯，經濟學家，你敢炮轟馬斯克？不得告你，這玩意就得學習咱們。確實，我這由衷的佩服你這玩意。美國你就得學中國。你看中國，你說經濟學家去告網紅超市，說網紅超市不是告，說網紅超市的立馬賠50萬，沒毛病。你這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克魯格曼，你就可以隨便說人家什麼，說人家馬斯克是龐氏騙局，這也不得告訴他。所以說，我是公開支持馬斯克，趕緊先給克魯格曼發個律師函，然後再起訴他。你们先索賠他幾個億再說，你得學一學網紅超市，你怎麼能這麼任意？有人來詆毀，你是經濟學家，你可以說別人是吧？你說這麼搞，美國它能不日益沒落嗎？所以說我為什麼說美股它沒前途？你看這麼看，它能有前途嗎？那不光是克魯格曼說馬斯克的 SpaceX， 那咱們的新華社也報道了。這個新華社啊，6月15號官網發了一個評論，叫綜述。SpaceX 高光上市難掩美股泡沫擔憂，你看對吧？還有很多人啊，他最近看我的這個胡適節目，房地產節目好像不適應。那你找一個初中語文輔導班去上2個月，提高一下語文水平。我這都是跟新華社學的，都跟官媒學的，知道？這些學習不能叫研究，學習提高。我們要時時提高自己啊！你看新华社這篇文章寫得多好 ，SpaceX 高光上市，難掩美股泡沫擔憂。所以我也寫篇報道，我也寫個叫什麼？叫長興存儲 IPO 凸顯中國科技低調任性。這玩意你得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是吧？得提高自己。你看新華社這篇文章寫得多解氣啊！他說，這新華社記者叫劉亞楠。他說，美國企業家埃隆·馬斯克創立的太空探索技術公司 SpaceX 目前在納斯達克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首次公開募股，因其史無前例的融資規模、富有想象力的業務前景以及馬斯克成為全球首個億萬美元富豪而備受關注。不過，這家公司的誇張估值水平令一些投資者擔心，美國股市可能重蹈20多年前互聯網泡沫破裂的覆轍。所以說我提醒一下大家，美股你比如說 SpaceX 它市盈率1000倍，那跟咱們科技股市盈率1000倍不是一碼事，对吧？咱們這個科技股市盈率1000倍1萬倍，那是表示它會茁壯成長，說明它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那個 SpaceX 它的這個誇張的估值，實際上說明馬斯克就是龐氏騙局，他想撈一把就跑了，就這意思啊。那割韭菜。同樣，咱們這邊半導體科技企業，我們也有了我們自己的 SK 海力士、三星，那它就是長興存儲。長興存儲最近 IPO 過了，馬上是科創板上市，同樣都是科技股上市。那 SpaceX 就凸顯美股的泡沫破裂，
而這個長興存儲 IPO， 那凸顯是中國科技企業低調任性。在全球半導體產業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中國存儲芯片龍頭企業長興科技集團科創板 IPO 進程穩步推進，5月27日順利通過上交所上市委員會審核，擬募集資金295億元，有望成為科創板歷史上規模第2大的 IPO 項目。這不僅是中國存儲產業發展的里程碑，更生動彰顯了中國科技企業在外部環境複雜多變的情況下，堅持自主創新、埋頭苦幹的低調韌性。不過這個 SpaceX 上市也鬧了一點小不愉快，有一点點那麼不愉快。什麼？北京時間12日晚，中国日報報道，中國日報那都是官媒。中国日報说，業內專家說了，限制中國投資者參與 SpaceX 上市毫無依據，更無道理。據知情人士透露，這家由馬斯克創立的太空探索企業承銷商於上市前已接到指令，拒絕所有來自中國內地與香港地區的認購訂單。這意味着兩地的共同基金、私募股權基金、主權財富基金、家族理財師以及高淨值人群均無緣這場備受矚目的上市活動。本周 SpaceX 上市前夕，中國內地及香港地區已無法正常訪問太空探索技術公司官網以及本次上市路演相關資料。你說馬斯克有點過了，你不讓人參與就不讓人參與，沒得合着看都不能看，這個有點過分。太空探索技術公司稱，此舉依據美國國際武器貿易條例，出發點是出於國家安全考量。但北京資深資本市場律師戴冠軍認為，美國相關法律中並無此類明確限制。他強調，認購該公司股份並不會引發重大國家安全風險，也不存在技術洩露隱患。中國企業擁有世界級創新能力，中國科研人員在幾乎所有科技創新領域都發揮着關鍵作用。將中國企業與中國資本拒之門外，有失公允，也損害了長期以來建立的國際互信與合作根基。說這是前沿科技領域出現資本脫鈎的典型案例。原本軍工出口管制條例僅限於用於限制技術硬件流通，如今卻被企業用來阻擋相關資本進入。美方不斷將航空航天、半導體等戰略領域的安全泛化至資本市場，以國籍劃分投資權限，形成所謂分層式局部化的脫鈎格局。中央財經大學國際經濟學副教授劉春生分析道，他認為短期來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等美國企業因會失去亞洲資本支持，面臨融資成本上升、商業發展空間收窄等問題。若這種局面長期持續，全球資本供給將受到衝擊，而航空航天這類重資產高投入的項目，其研發拓展也會因此受到掣肘。中國日報報道，這個意思就是你馬斯克 SpaceX 你不向我們中國資本開放是你的損失，你脫鈎，你不讓我們，你商業航天以後是個重投入的一個項目，你不讓我們參與是你的吃虧，你的損失。這就是這個說的。第二個，他想表達你沒有理由不讓我們參與，你那借口都不對，沒權利限制中國資本參與 SpaceX 的投資。所以這裡我也有點迷糊，因為他是中國日報報道的，那給我的感覺好像你是想要投資 SpaceX 嗎？為啥？你要幫他是嗎？還說了你不接受中國資本是你吃虧，那言下之意就是我們要幫他。就搞不太清楚了，這是中國日報到底幾個意思啊？為什麼資敵？為什麼幫馬斯克啊 ？SpaceX 幹啥？另外我知道咱們是反對，對吧？我們去投資美股的。前一陣子是7部門，那國家都出政策了，不讓你投資美股。按理來說，人馬斯克借坡下驢，他也不讓。一個這邊政府不讓，一個那邊人家馬斯克也不讓，那就不一拍即合，對不對？沒有什麼損失，那為什麼又唧唧歪歪說人家？剛才新華社也說了，對不對？你這個 SpaceX 高光上市，難掩美股泡沫擔憂。這有泡沫，我們投它幹啥？所以說我不知道中國日報什麼意思，這到底要投還是不要投？是你想投，人家不讓你投，還是說我本來就不打算投？這不太明白，給人感覺好像有人想投，不讓別人投，是吧？不讓韭菜投，完了有一部分資本想去投，吃独食。
獨自脫歐，總之有點亂，這玩意兒要統一口徑，確實美股就不值得投資。你馬斯克請我去投我也不投，因為美股是泡沫擔憂，而且 SpaceX 那市盈率雖然看上去不高，但是那比我們那差多了。那中國的資本為什麼不投中國的科技股？你就上桿子熱臉貼人家冷屁股幹啥？你要投這個 SpaceX， 人家不讓你投，還罵人家，說人家沒道理，不講法律，還讓說人家你以後不行，缺了中國的資本你們搞不上去，所以說有點亂。這個讓盤中盤、基本盤都不好解釋啊。每日经济新聞報道好消息啊，每日经济新聞發表了一個好消息，說10家退市公司波及超25萬股民，其中多家涉財務造假，超25萬股民踩雷。2020年以來 ，A 股公司退市力度空前，僅半年就有超過20家公司鎖定退市，其中財務類退市佔比超過60%。在這批退市公司中，財務造假性質最為惡劣。總之，這個10家退市公司合計波及投資者超25萬戶。這個是每日經濟新聞。每日經濟新聞報道還有一個叫什麼？老牌糖企業績暴降1500%，這是什麼意思？老牌糖企被立案，近4萬股民踩雷。又來個4萬股民。這個6月12日盤後，新 ST 廣糖就廣農糖業公告披露，公司當日收到中國證監會下發的立案告知書，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違法違規，中國證監會決定依法對公司立案。你要是每日經濟新聞這兩個報道，一下就小30萬股民踩雷。這個為什麼說是好消息？我想這30萬股民幸好你是在中國資本市場，這有人為你，有人管你，有人為你伸张。你看這些不是的企業退市，立案調查，該抓的抓，是吧？該罰的罰。退市了，你就不用擔心了，你再也踩不到雷了。這些企業都退市了，你又有機會去研究別的企業，這個體現了咱們對中小投資者的關愛和保護。但是如果你要在美股，你要在日本、韓國，那你要出了這事都沒人管。我到現在開始，我都沒看到美國還有日韓什麼罰這個公司、罰那個公司，我都沒看見，他們都不罰，這只有我們這兒罰。我們這兒你看嚴監管。應罰盡罰，每天你看看這個有10家公司退市，這個力度是很大的。但是美國，你要是在美國炒股，那你就完了，你投訴無門，維權無門，想告狀沒門，他被資本把持了。為什麼呢？你看到現在為止都沒看見一個告狀的，為什麼？是因為他告了沒用啊，維權成本太高。美股違法成本很低，美國的證監會他也不管，美國證監會一共才多少人，他管不過來，所以他裝作看不見。日本、韓國一樣，我們這兒證監會多少人馬是吧？這編制多少，這就專門盯着，專門罰，專門逮這些害群之馬。所以為中小投資者、為金融消費者提供全方位的保護。所以作為中國的資本市場的一員，你不僅享受為國家做貢獻，為硬科技添磚加瓦，你還受到全方位的保護，何其幸福！最近很多美國、日本、韓國的投資者哭着喊着要到中國來投資，要成為中国幸福的这個金融消費者一員，但是很可惜他們沒有機會，他們也想來享受保護。最後我們再看看胡錫進老師啊，胡錫進老師現在感覺有點變化，胡錫進老師恐怕不適應，以後倒過來研究，先研究 A 股，再研究日韓美股，這個恐怕還得要一段時間適應，因為他那腦子裡面都是美股，什麼日韓跟着美股走， A 股跟着日韓走，現在已經倒過來了。所以胡錫進老師現在在感覺有點倒時差的意思。他今天發了個帖子，他說跳出立場，也就是不帶立場的看。他以前是帶立場的，他自己說的，現在跳出立場。他不能不說，伊朗和烏克蘭的抵抗很英勇。烏克蘭當初能夠動員起全國的抵抗，並且把戰爭打成之後的樣子，全世界沒有想到。胡錫進老師還是老習慣，他動不動就代表全世界。他動不動代表亞洲，動不動代表人類。烏克蘭取得現在的成就，他說全世界沒想到，這個說的不準確的吧？你頭部黃鵝沒想到，那是你不能說頭部黃鵝就是全世界，你更不能說全世界都是頭部黃鵝，對不對？他說全世界沒想到，那咱這5年做的節目，從第一天就說俄跌必敗，那或者那全世界不包括咱們？這胡錫進老師很有意思，所以說他這是。出口就代表全世界，代表亞洲，代表全人類，這是他的習慣，深入骨髓。說伊朗
能夠頂住美以2個軍事強國的狂轟濫炸，最終逼得特朗普上趕着簽和平協議，放棄美方最初的幾乎所有強硬要求。世界也沒想到，你看，又一個世界沒想到。接下來我還想說，伊朗比烏克蘭的抵抗更艱難，而他實現的反轉也更徹底。你看看，就這個時候還說伊朗會贏得更徹底，伊朗會比烏克蘭更好。胡錦老師為什麼把烏克蘭和伊朗拉出來說呢？實際上這個時候他就把烏克蘭當作伊朗的背景板，還是擺脫不了他這個是吧神棍粉、毛拉粉的這個底色啊。說烏克蘭直接面對俄羅斯，但他畢竟不是單打獨鬥，整個西方對他做了全力支持，給錢給武器，直接提供情報支持，軍事顧問也進入了烏克蘭，而伊朗則完全是孤軍奮戰，而且他同時面對了2個軍事強國，沒有國際上的武器和財政支持，他的最高領袖和幾十名高官在戰爭中死亡，而伊朗的軍政和神職人員前仆後繼，保持了戰爭中國家穩定，堅持到最後，並且通過施加壓力、強大壓力分化了美國和以色列。特朗普最後至少將部分壓力從伊朗轉到了以色列方向。當然了，說伊朗和烏克蘭的路線選擇都讓自己的國家和人民付出了沉重代價，烏克蘭還失去了大量領土。伊朗和烏克蘭是否應當從戰前就走上決絕的對抗路線？他們是否曾經有機會避免所遭遇的戰爭，更加有智慧地實現自己國家利益呢？無論如何，伊朗和烏克蘭義無反顧地走了各自的路，歷史沒有任何如果可重來。老胡唯祝願真正的和平早日到來。胡錦老師看似在表揚烏克蘭，實際上他把烏克蘭做伊朗的，做他的偶像毛拉的背景板，這個還是包藏禍心。胡錦老師還是那啥，改不了吃那啥，把俄烏和美伊相提並論，這本身就是壞。為什麼？一個是要人家領土是侵略，一個是要人家不能搞核武器，這他媽是兩碼事。或許是最近胡適反彈，胡錦老師那僅存的一點人性又暗淡下去了，又被紅線給掩蓋了，被紅綠市場的紅線埋沒了。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